歡迎收睇《粵知一二》，我哋係阿康同阿琪。4月16號，貴州北捷一張婚禮請柬引起咗網絡熱議，因為該婚禮有一個新郎同兩個新娘。當地有關部門人員回應，其中一個新娘係新郎嘅前妻，3個人拍婚紗照係貪好玩。經警察叔叔嘅批評同勸導，原定於4月19號舉辦嘅3人婚禮已經取消啦。喺呢度要提醒一下嗰啲覺得淨係領一個結婚證就冇問題嘅朋友，係唔得㗎。有配偶嘅人與他人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，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，都算係重婚罪。呢啲網友唔單止鹹濕，仲唔懂法。你哋唔問下律師，都問下碟師啊。4月18號，廣東東莞一名攤主發視頻稱，有2名男子嚟去攤位度食飯，一共食咗140蚊。食完之後，紅衣男子要白衣男子埋單，白衣男子一聽到要去埋單，當場開始扮醉。紅衣男子見到佢扮醉，即刻演技大爆發，頭一歪亦都開始扮醉。最後2個人因為唔想埋單，就咁樣坐咗喺度瞓咗3個鐘。攤主無可奈何，只能夠報警。據說最後係白衣男子埋嘅單，因為佢俾尿焗醒咗。網友話：有時候男人之間嘅感情就係咁奇妙，有時候我條命都可以俾你，有時候我死都唔會請你。我請你？黐線㗎，憑咩啊？但係亦都有網友看穿咗真相，一開始的確係錢嘅問題，但係3個鐘之後就唔係錢嘅問題啦。扮醉扮咗成3個鐘，如果最後都仲係要埋單，咁咪好戇居。同埋我想補充一句，東莞人唔係咁㗎，我哋主動埋單㗎。4月20號，白宮笑話再添一則。據華盛頓郵報報導，美國總務管理局官員與工作人員不當分享敏感文件，其中包括可能屬於機密嘅白宮平面圖。據說今次泄露嘅原因係官員將文件上傳到網盤上邊，再分享俾超過1萬名嘅員工。如果我係荷里活嘅編劇，我實崩潰頂啊！以前偷啲咩機密資料，又爬塔又潛水又避紅外線又剩咁，而家得個網盤資料都有啦，以後仲點寫劇本啊？4月21號，有網友爆出自己收到京東創始人東哥親自送嘅外賣，隨後有京東外賣騎手發視頻確認，東哥唔單止親自送外賣，仲請埋同事打邊爐添，雷總20萬幫你開車門，東哥梗需要20蚊就親自送上門，親民永遠係最偉大嘅操盤。網友鋭評：京東老細可以同騎手打成一片，美團老細亦都可以同騎手打成一片，等我哋熱烈期待美團老細親自送外賣啦！臨近5一假期，香港準備迎來1年1度嘅薑公誕。據網友所講，喺薑公誕當日，亦即係4月30號，喺香港唔單止有免費嘅叮叮車可以坐，仲可以睇到免費嘅無人機表演同埋海上煙花，以及可以買到薑公同麥門聯名推出香港限定嘅薑汁豆奶批，聽講超級無敵好食，非常值得一試。有網友表示，雖然對薑公唔感冒，但係為咗可以食到呢個薑汁豆奶批，希望佢日日都生日。但係聽講今年係冇復刻到。其實我覺得大家對姜濤嘅意見真係唔使咁大，你唔好將佢睇成個 idol，你將佢睇成一個美食博主，觀感係咪好好多呢？最後聽翻首歌仔，係東風不落愛你點俾盧塔羅嘅夏日傾情。佢留言話：隊長，讓我們躁動起來，帶我們再衝一次歐冠吧！今期嘅 get 就搞到呢度，我哋下期見。如果有下一期嘅話，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先可以繼續做落去。